生理学研究表明，浪漫的接吻可以引发多巴胺分泌、副交感神经兴奋等多重生理反应。而一个完美的吻，温度、湿度、距离、角度几点缺一不可。停，换演员上。不办健身卡不买保险。这也能亲？牛顿的棺材板都掀开了吧？玛丽苏系统正在检测同步率，同步率99.9%。玛丽苏系统。盛夏，21岁，横店群演，龙套数年无缘主角，恋爱经验为0，但却靠指导人稳。哎，你不就是那天那个？尊敬的用户，恭喜您进入漫画《他逃他追》四皇子的柔弱小娇妻中扮演女主角。女主？哇！女主盛夏，天生药骨，平稳可解天下百毒。啊，平稳可解天下百毒？是的，但是记住，你的开局接吻有绑定功效，请小心使用。绑定？殿下您看，这些姑娘怎么样啊？要是还是不满意的话，我们寻芳楼的姑娘啊，任您挑。你带我来这儿干嘛？当然是见你的男主啊！漫画男主顾逸晨，英俊潇洒，万千少女的梦中情人。他是男主，我是女主啊。没错。你的主要任务就是与男主修成正果，完成任务后将获得本司定制的女明星系统，从此走上人生巅峰。成为女明星，走向人生巅峰。漫画原作内容与系统相关规则以及玛丽苏商城已上传录入至手机，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，请点击确认。同意。欢迎来到玛丽苏系统世界，本系统狗血为本，爱情至上，祝您游戏旅途愉快。这就好了。祝您游戏旅途愉快。哎，那我之后怎么找到你啊？系统管理员召唤方式：响指加小白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所以说你叫小白。游戏开始。小白，小白，什么情况？我又回到刚刚那个房间了。
既然四皇子不满意，赶紧把那小妮子给我弄过来。对不住，对不住啊！站住！你怎么出来了？陷害忠良，倾覆东宫，沈十一，你不得好死！反派沈十一心狠手辣，阴险狡诈。沈十一，我竟然撞到了漫画里的反派，不好意思啊，走错房间了。督公，竟然对我们督公下毒，好大胆子！你们别误会，不是这样的。变！我要办法救他。您获得一稳定情称号，收获100玛丽苏值。什么？真的绑定了？他这是要干什么？我的剑为何射不中呢？不行，我得跑。哎，慢着，慢着，慢着！你这人怎么恩将仇报呢？刚刚可是我给你解的毒啊！解毒？哼哼！明明是你下的毒。这个锦囊，舞女，这是舞女的，而我恰恰就是帮你解毒之人，不然你怎么可能全虚全影站在这儿？实不相瞒，本小姐呢是天生药蛊，一吻能解百毒，一般人我还不告诉呢。今天这个事儿啊，很明显它就是个误会嘛，误会。哦，督公，京中确实有传，宰相为治女儿的病，搜罗天下名贵药材，竟然是宰相的女儿，硬是将他女儿病殃殃的身子养出一副药蛊。对，没错，我就是那宰相府千金。你们要是现在害了我，那可是与我爹为敌啊！这么重要的事儿，怎么不早点跟督公说啊？刚刚不是情况紧急啊？我们绣衣司做事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总之啊，你们现在就赶紧把我送回宰相府。今天这事儿，我就当没发生过。沈十一，我可是宰相千金，你一个宦官凭什么扣押我？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反派到底是个什么角色。沈十一，4点香，一不做步不错，你的野心终究到头了。我去，果然是个狠角色。一般这种角色应该都是喜怒无常、阴晴不定的吧？怪不得一直没听他讲过话。奇怪，刚刚那个钱竟会转。
督公，你不是让我……什么情况？我怎么会不受控制？你们俩这一唱一和的，是在玩什么套路啊？督公，这是套路啊！退下。哦，督公您先忙，我就不打扰你们了。沈督公啊，现如今如果你是想讨好我，我看有些迟了吧？我不吃这套。督公不是让我来杀他吗？沈十一，你到底搞什么呀？哼，这人可真像那漫画里走出来的一样，喜怒无常，阴晴不定的。这也太无常了吧！耳朵还挺好使。哎，小白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你一召唤我，我就过来了。那刚刚是你救了我吗？我可没这个权利。我提醒过你，你的开局接吻有绑定功效，请小心使用。现在你跟沈十一绑定了。啊？沈十一？我是女主，她是反派，这也能行吗？当然了，玛丽苏系统啊，支持各种狗血桥段，你开局的选择很重要。不是，那我现在该怎么办？还能解绑吗？我又没有权限。不过呢，还是建议你啊，尽快回到主线，否则我也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。你自求多福吧。那我，哎，哎呀！的时效不明是什么意思啊？哎，算了算了，就他吧。瞅瞅你们俩，不务正业，在这磨洋工，你们对得起督公对你们的教诲吗？你看，看这什么东西啊？花好月圆，真看不见我呀？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？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一点关系都没有。站好了。堂堂丞相之女，怎会如此奇技淫巧？这隐身衣果然有效，不光看不见，连说话都听不见。哎，这么晚还亮着灯，那老娘就陪你玩玩。哼！看不出来，你还有点姿色吗？好好的一张脸，怎么就是个反派呢？哎，别人都怕你，可是现在我不怕。哎，
谁让你让我吃了苦头呢？如今啊，我就让你看看姑奶奶的厉害。让你这宦官做得更彻底。你能看见我？有完没完？哼，请你吃夜宵。杜公，你跑得可真快。那个小龙虾好吃吗？还有大闸蟹也不错。实在不行，要不我给你切点辣椒做麻辣小龙虾啊？不行吗？不过没想到这种摔倒抱转圈圈的老套路，居然还能增加分值。离谱，这个反派还真是离谱。盛大小姐得罪了。不对，不止离谱，脑子还有毛病。唉，小白，小白，你就没有上下班的时间观念吗？小白，我想问你个事儿哈，那个沈十一，他是不是杀不了我啊？这么简单的问题，你就不能自己看手机吗？系统称号和功能里面都有。对哦，那，千里姻缘一线牵，守护你，陪伴你，绝不让你独自面对困境。千里姻缘定能一线牵，千里姻缘一线牵。反正也走不了了，那不如好好玩一把。宫闱诸事历来难办，太后废除野狐部重入京中，这些事情已经闹得沸沸扬扬。哎，不过幸好有小沈大人为景仁宫分忧啊。能为太后娘娘分忧，是属下的荣幸。这样，改日我设宴，还望小沈大人能赏脸。好。督公，巡防各处近几日出入的舞女，我都一一查过了，其中有1人被闷死在酒窖之内，衣物尽退，想来是野狐部余孽趁机潜入了。看来是有备而来。听说当夜四皇子也在巡防阁，您说这其中会不会……这四皇子就算再扯，也绝不可能引狼入室，绝不能让野狐部余部死灰复燃。哎，那盛家小姐，让我来看看这个一线牵到底会不会让他过来。留着他，我有用，继续盯着。督公的心思不必多说，属下早已安排妥当。果然来怎么没有涨分啊？难道还不够狗血？我又不出去，依我看，这个门你就别修了，万一又被你们家督公踹坏了呢？只要是督公踹的，就算踹成粉，我也要把它粘回去。
哼！哦，就这样吧。这次总狗血了吧？又坏了。这还不够狗血？你若真想死，我给你个痛快。可是督公，你好像杀不了我哎。你真的，我不敢杀你。督公，这个门你还修不修啊？你如果把我留在这儿也没什么用的话，还不如把我放回去。哎，督公，督公，督公，就算您给拆成粉，我也会给您站起来的。盛大小姐，你能不能不要再胡作非为了？我真的不想再敲门了。督公，我实在是受不了了。盛大小姐把秀一寺搞得鸡飞狗跳，还到处写这些鬼画符。你要不还是把人给送回去吧。大鱼还未上钩，鱼饵还不能成。这难道也是他的妖术？哦，还是督公想得深远。他见过锦囊主人，锦囊主人定会杀人灭口。属下即刻加派人手，届时将野狐部一网打尽。虽然在这儿也刷到了分，但是总不能一直跟着反派吧？不行不行，还是得想办法出去。有刺客，快抓刺客！这野狗要搞什么？快啊！抓刺客呀！快点，快点，这边！督公来！哦，督公在搞什么？刺客在那边，快去！走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忘了，您的身份是宦官。把手拿开。这男人该死的胜负欲，居然跟我玩起强真爱来了。他们竟然是真的！
果然我的猜想没有错，不行，我得把这些东西都……废话真多。咦，真恶心。最近这花好月圆可真是风靡呀，看来大家都喜欢看这禁忌之恋。他一个宦官，不知从哪儿搞来的秘书，居然重振雄风，和女人过夜。老树发新枝，听说还留了种啊！想不到平时见他板着张脸，私底下玩的这么大呀！嚯，这么刺激，难怪几日不见沈督公出来呀。难道书上写的都是真的吗？什么写的是真的？哎，沈督公，沈督公，哎，他们都还挺怕你的。你难道不怕我？这就是文中的那位大娇小姐。哎，对呀，一点也不收敛。沈督公，今日你这是转性了？表现得开心点，毕竟在外人眼中，我们可是恩爱非真。我可不玩对视那套。你看这花好月圆，写的果然没错。当然，这不铁证如山。沈督公，你到底要干嘛呀？不如给我一个痛快得了。沈督公，可否借一步说话？督公府这2天可是不太平啊，说到底还是要收敛一些。大人是不是误会？多聊一会儿，最好这是能聊到男人嘛天昏地这种事情，哎呀，我懂，我懂，啊。我先撤了。沈十一，就你这点小花招，还想困住我？自由，这就是自由的味道啊！自由个屁！我听太医院的人说，东宫出事之后，皇上的咳嗽可比以前更重了。哎，如今这几位殿下都难当大任，要想朝前安稳，这储君的事情要好好斟酌斟酌啊。督公，鱼上钩了。一夜是吹寒风的颂，一夜是放晴后。沈督公，可否借一步说话？督公府这2天可是不太平啊，说到底还是要收敛一些。大人是不是误会？多聊一会儿，最好这是能聊到男人嘛天昏地这种事情，哎呀，我懂，我懂，啊。我先撤了。沈十一，就你这点小花招，还想困住我？自由，这就是自由的味道啊！自由个屁！主公，燕狗的对食昨晚已经绑来了。我知道道上的规矩，我没睁眼，别杀我。想不到有朝一日铁石心肠的沈十一竟然也会动心。嗯。哦，你是那天铁石心肠？难道沈十一负了他？啊，我明白了。哎呀，这个男人啊，果然没一个好东西。虽然我不知道你们俩发生了什么，但他一定伤害了你，所以你想将他除之而后快。哎，作为姐妹，我支持你。支持个屁呀！那天在宴会上，明明看见你们2个如胶似漆，亲密无间。那是我趋于他的淫威，不得不从。不过姐，你要想除掉沈十一，我可以帮你啊！我们里应外合，杀他个措手不及。
主公，那女人的话不可轻信。那晚我亲眼看见他们两个亲在一起。他那日看见了我的模样，必须除掉。手脚麻利些，切勿再让沈十一抓住马脚。是。我真是倒了8辈子霉，好不容易从沈太监手里跑出来，却又被他的对食抓住。你们分手就分手，跟我一个无辜路人有什么关系？不过眼下还是得赶紧逃出去。怎么都这么贵啊？不能来点物美价廉的吗？辛辛苦苦一整年，一朝回到解放前呢。这就是大力丸。督公真是好计谋，居然想到利用盛大小姐引他们出动。洒家今日就给尔等展示一下，什么叫做林黛玉倒拔垂杨柳。找死！是否已经安排妥当？督公放心，我已全权包围野狐部据点，保证一只苍蝇也飞不出去。就你们这帮菜鸡，还想跟本小姐比？自不量力！这时效怎么又过了呀？什么情况？这千里医院一线牵不是很灵敏的吗？你不会真的交代在这儿吧？命还真大，这都没死。你可算来了！我跟你说，这些人穷凶极恶，杀人如麻。为了维护世界和平，你得好好惩治惩治。看来你没什么事。我有事儿，内伤。一起死吧都！我去，这也能活？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主角光环？我在京中这么多年，都不曾听说地下还有暗道。出来吧，回去了。温馨提示：被主您死里逃生，已扣款100马力苏值。请注意，马力苏值一旦超过-250，您将会彻底被系统征用，剥夺人身自由。啊，这就是主角光环的代价。我就知道这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。走不走？哎，对啊，这不有个现成的刷分神器吗？神器我来了，有刺客。你到底是谁？你不是知道吗？盛大人温文儒雅，家风严明，怎么可能会有你这样的女儿？沈督公如果不相信的话，可以先把我送回去啊。那你所修的妖术又是如何？妖术？每逢你遇到危险，我就会控制不住自己前来救你。如此诡异，如何不是妖术？说出破解之法，否则我定会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沈督公，你别紧张。其实你所谓的这种妖术啊，就是我为你解毒的副作用。我也不想跟你有所牵连，这不，我一直想逃，您不让嘛。那我们所发生的一切，副作用。实不相瞒，我之所以这么想回宰相府，就是为了去翻阅那个解榜秘籍。复杂，我实在是记不住。督公，果然是万能 NPC 啊！
这都能找到。这，督公，我们到了。沈督公，你舍得让我走了？喂，懂不懂怜香惜玉啊？圣小娘子，别忘了速速寻觅解绑之策。解绑之策，我要是知道，我还能问你不成？反正这里都到宰相府了，进了宰相府，你还能抓我不成？人呢？奇怪，刚刚明明往这边走的，怎么突然就不见了？女二盛莲花，柔弱不能自理，天真惹人怜惜。盛莲花，女主角的妹妹，果然是一朵盛世小白莲啊！小妹跟着我是想把我再卖一次？小妹啊，你可知道你把我卖到寻风楼这事儿，已经跟野狐部都扯上关系了。若是旁人知道，你也深陷其中，这可是死罪。姐姐原谅我，以前是我没得选，但是现在我想做个好人。这作者怕是《无间道》看多了吧？姐姐，你说啥？姐姐，别动。这就是卖我的钱，啊？这些银子是我卖书稿挣的，然后这些铜板是卖你的，全都在这儿了，我一点都没感动。姐姐，我真是一时鬼迷心窍，我就是觉得看爹爹这么宠爱你，一时失了智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。我拿到钱就后悔了。看你这态度，我也懒得说什么。书是你写的？嗯。只见这二人相逢，眼神勾动，一时间眼波流转，情念相通。沈督公，我们俩之间是不可能的。你要知道，我在朝中的地位，我要你死，你就得死。不要以为你位高权重就能威胁到我，你甚至都不是真正的男人。我会让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男人。督公，还叫督公？相公。你写的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我真想把看过这本书的眼睛都给捐出去，没收了啊！不是，你以后能不能就算写也给我换一个男主角？我说了，我跟那个沈氏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那日在寻芳阁，我可是全部都看见了。那个不是姐姐吗？姐姐居然和宦官？什么宦官呀？那可是秀一寺的宦官头头。宦官头头，一个是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，而另一个则是早早受了宫刑的狠辣督公。我的天哪，这是什么刺激的禁忌之恋？人家被贵客看上，你也跟着动心思啊？干嘛？我看你的姿色倒不错啊，倒不如
四公子。啊，好的好的，我先退下。看你看，再看把你眼珠子挖下来。你什么你啊？本小姐也是你配看的嘛。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。然后还有的绣衣司，沈督公是怎么对你的？我告诉你，我可是全都看在眼里呢。你等会儿，这绣衣司里面，你这也能看到？不知道，就能进去啊？也许上天也愿意为一位伟大作者来开辟一条大路。哼，哎呀，姐姐，我的好姐姐，你放心，这本书出版的时候，我已经将你们名字隐匿掉了，绝对不会泄露一点隐私。而且，你知道这本书有多火爆吗？出版800本，一经面世就全部销售一空了。当然啦，这钱我不独吞的。这个，是姐姐应得的。这是钱的事儿吗？那这样的。我累了，你赶紧回去吧。那我就先替姐姐保管这些银子了。我马上走，这个省下怎么感觉跟以前好像不太一样呢？姐姐，我先走啦。哎，姐姐，你不送送我吗？会写同人文的恶毒女二，漫画里是这么设定的吗？什么漫画？沈督公，我没遇到危险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花好月圆，就是你所谓的解绑之法。不是，三更半夜你擅闯宰相府，还有没有法器啊？我就是法器。那个神法器啊，那个你拿错东西了。其实呢，那个解绑之事我都已经了解好了，东西我都已经完完整整的看完了。啊，是这么回事啊。其实想要解除关系呢，也并非难事儿。过2日，好像宫中要举办一个相亲宴，届时4殿下会参加。只要到时候我和4皇子喜结良缘，我们俩也能恢复如常了。哎呀，沈督公，天色已经不早了，深更半夜孤男寡女，要是被我那宰相爹爹看到，影响了您的声誉，那可就不好了呀。毕竟您可是京城赫赫有名的法纪本纪啊。督公，你去哪里了？找了你好久啊！刚散步回来。散步？哦，不愧是督公啊，居然还夜跑！哎，督公，督公，督公，等等我！野狐刺客的事情有结果了吗？启禀督公，此次被捕的野狐部余众首领叫阿达言。当日寻风楼一事，便是由他主导。盛大小姐当日所见的那名舞女，应该就是她。督公是在想盛大小姐？你在胡扯什么？是盛大小姐在想着您。睡前做个护理。明天的相亲宴，男主角顾逸晨一定被我迷倒。也是啊，修一司怎么会
大于美色呢。您千万不要看，这都乱写的。督公没事的话，属下先告退了。等等，我没看过，真没看过，没看过，没看过。不愧是皇家相亲眼，这么多漂亮小姐姐，幸亏我提前做了功课。快让我找找我的男主角，男主角，男主角啊！沈都公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是奉命来保护诸位皇子，你最好小心行事。若是你的所作所为伤及到4皇子殿下，那便是杀头重罪，要诛9族的。你这人怎么会有这么危险的想法？果然是个反派。4皇子，我来了。今日的风儿有你了，着实有点大。今日的宾客实在太吵闹。唉，独饮无相亲啊。无妨，本殿下向来很公平，你不要以为你提前来见了本殿下，就能加深本殿下对你的印象。哼，这漫画里的主角都这么自恋的吗？啊，4殿下，其实我……本殿下的存在，真的是一种罪过。看来还是要上点手段。既然是玛丽苏系统，那就狗血到底，用绳子扮男主，然后我来美女救英雄。嘿嘿，我就不信你不会爱上我。女人，我就知道你在这儿。不好，被发现了。4殿下，好巧啊！本殿下说过，不要给我准备这些无谓的小惊喜。我警告过你，本殿下不接受这种充满设计和心机的爱情。啊，那个4殿下，你不用解释。记住，女子的生活不是只有情爱2字而已。本殿下今天又点醒了一只迷途的小猫咪。啊？记好了吗？真是只可爱的小猫咪啊！小猫咪？这漫画作者写的都是什么东西啊？不是吧？阴差阳错必相逢。哎呀，这个盛夏这又跑哪儿去了？女人。好的好的，还怎么看？再看，把你眼珠子拔下来！你什么你啊？本小姐也是你配看的。你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。好啊，又是你这个登徒子！你居然敢擅闯王室宴会！你竟然敢叫本殿下登徒子！叫的又怎么样？登徒子，登徒子，登徒子！沈都公，我现在严重怀疑你就是老天爷派过来给我增加难度的。明明就是你的妖术作鬼，你若激进，就理应更加小心。督公教训的甚是。姐姐，原来你在这儿啊！我遇到了一个登徒子。你机会到了，动手！顾逸晨，死期到了，小心！没想到商城
还能换出这种高能的道具。我现在的样子一定够帅吧？应该挺帅的。四皇子应该对我动心了吧？姐姐，姐姐，你好帅啊！殿下，您没事吧？没事。原来你们二人是姐妹，既然如此，我就给你个机会，报上名来。臣女盛夏见过殿下。姓盛，宰相盛如公是你？正是家父。盛夏，本殿下记住你了。也算是跟四皇子有了一点小突破，虽然还是付出了一点点流血和牺牲，但没关系，未来还是很光明的。哎，你沈十一，不愧是神法器，出入宰相府，如入无人之境。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，你这样弄得我真是诚惶诚恐的。总不能让你明日一瘸一拐的这样去见四皇子吧？希望你明日顺利，省得你我再有瓜葛。你早就烦我了吧？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四殿下，他的行为举止都很奇怪吗？相较于他，你的行为举止看起来更加诡异。那你干嘛要给奇怪的人上药啊？不上药图什么？羽毛？那个你也看了呀？哎呀，那个你可千万别放心上，写了什么乱七八糟的，哎，根本不值一提。不是你写的吧？我也要有那文采才能写出那东西啊！姐姐，姐姐，姐姐！哎，不对，怎么只有姐姐一个人？妹妹，怎么了？啊，没事没事，姐姐您继续，姐姐加油！他们一定是偷偷私会，担心被我给发现。唉，我真是罪过，我怎么能干扰姐姐呢？皇祖母，此次活跃的塔塔那部来朝，孙儿已在东城门处悉数安排妥当。哀家听说，已将上次救过你的盛家之女，也一并编排在了队伍当中。他身怀巧技，届时应该能助孙儿一臂之力。自从你皇兄出事之后，京都人心惶惶，哀家实在是担心你啊。若此次这群贼人趁你出城，做什么对你不利的事，皇祖母不必担心，孙儿一身武艺，还有高手相伴，绝对不会有任何问题。你既如此说，哀家便在宫中等你。哎，这个盛夏一大早就在细心打扮，肯定是为了约会。你要喝到什么时候？我这打烊了。我喝到什么时候关你什么事？我告诉你，上次你强卖我姐姐的事情还没找你算账呢，这次这个事情扯上了一族，要想活命少问。好，帅，能够有幸与本殿下同席而坐，也算是你的荣幸。你不用过于喜形于色。当然了，如果你要是真的很高兴，可以表达出来嘛。本殿下从未见过如你这般特别的女子，你很有胆识，很适合为我做事。谢谢殿下的赏识。那个，殿下今天叫我过来，就是为了说这事。
刚才你已经听到，我的话绝对不会说第二遍。啊，我知道，我只是想说。我说过了，我的话绝对不会说第二遍。其实，小女子是想表达，你不用告诉我，我知道这世上的女子，只要见我第一眼，便会倾心于我。可你们只在乎我英俊的外貌，从未了解过我丰富的内心，肤浅，太肤浅了。你这小妮子，哟，沈督公啊，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？这个盛夏一大早就在悉心打扮，肯定是为了约会。你要喝到什么时候？我这打烊了。我喝到什么时候关你什么事？我告诉你，上次你强卖我姐姐的事情还没找你算账呢，这次这个事情扯上了异族，要想活命少问。本殿下在这宫中多年，其实并不快乐。总有宫娥为了我争风吃醋。你说说，这王宫内院因为我硝烟四起，这些女人也太不识大体。孙殿下，您说了这么久，一定口渴了吧？来，喝口茶。不识大体。殿下，您说想让我为您办事，具体是什么呀？你这小妮子，哟，沈督公啊，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？哎，这回真是不凑巧，您平日爱订的那间包房啊，今天让别人给包圆了。要不然这样，底下我给您找个僻静点的位置，我再赠您点别的。哎呀，督公，现在包房里的身份可尊贵，实在不是我不想给你安排原来那个位子啊。野狐部的余孽竟然还敢！野狐部，你可知道你这次把我卖到寻芳楼这事儿，跟野狐部都扯上关系了，这可是死罪。姐姐没骗我。死！沈十一，这一针我下了不解之毒，你等死吧！小声点！哦，对了，本殿下来找你，是为了什么情况？我怎么动不了了？圣母娘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难道之前作用在沈十一身上的效果，又跑到我这儿来了？圣姑娘，你这是……人有三急。圣姑娘，你帅！我告诉你，如果我姐夫在你这儿有什么三长两短，你这寻芳楼就别开了啊！哎呀，我这倒的是哪门子的霉呀？道个歉，说有机会下次再见啊。等等。哦，你竟然喜欢本殿下，喜欢到看见我都要写下自己的心境。不是，他这个……口是心非的女人，你不用多说，想必你现在内心一定备受煎熬，所以才在你酒下杯子里面下了泻药，只希望跟我相见。随便你怎么说吧，反正我姐姐今天是不会来的。没事，我就先走了。你还真是一个特别的女人，居然为了见我，
对自己的姐姐做出如此丧心病狂之事。你一定不要吃醋。你放心，我找你姐姐别无他意，全是公事。还请盛小娘子替我与你姐姐传话，3日之后，还请她与本殿下一起共同接待外宾。其实说起她，我更欣赏你，口是心非的女人，我喜欢。你们2人最好是能修成正果，不然怎么对得起我这番牺牲啊？
有种。都怪一匹错把红线拢，冰火不容变作两心动，层次检验喋血，全是空翻涌。想撑起第一声钟，装在生命中的空，眼见的时空，又只剩下酒烟醇浓。讲哭了，悲喜变从，双唇相逢，城外云霭都染红，如晴阳的葵火深中从容。有多少余生的痛，灵魂相拥，能有始有终。歧路多角是情浓，将它做角路之梦。讲哭了，悲喜变从，双唇相逢，城外云霭都染红，如晴阳的葵火深中从容。有多少余生的痛，灵魂相拥，能有始有终。歧路多角痴心浓，将它做角路之梦。你是我泥里所种，山海万重，也做一场不醒梦，都化作不语的千种相送。